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7月8号。這一期咱們聊一聊廣西的洪水。早上我看新聞媒體報道，7月6日至7日，受台風美沙克影響，廣西遭遇歷史罕見的特大暴雨，預計2026年第1號洪峰形成，55條河流超警，6欄水庫潰壩，已造成6人死亡，11人失聯。超13萬人緊急轉移安置。目前8342名軍警、消防等救援力量正全力搶救，全國各界捐助迅速集結。確實，網上這樣的視頻新聞非常多，熱搜上面我昨天看了一下，全部是廣西的洪水。那這個洪水也是受台風影響，有百年一遇啊。今天我看鳳凰網財經風暴眼，他有篇報道，7月7日22點發布的，作者叫李小光，他的標題叫耗資4億多次改造，6欄水庫任漫頂潰堤，有村民稱約2000人困山上超30小時。也就是說，這次漫頂的這個叫6欄水庫，前不久耗資4個億多次改造。這是鳳凰網財經報道，我們看看它是怎麼說的。7月7日，身在廣西白色市的曼曼盯着手機屏幕反覆刷新，關切着300多公里外老家發生的一切。他告訴鳳凰網風暴眼，廣西橫州市雲表鎮南康村尾亞坡村，叫村尾亞坡村4對後的石獅嶺上，他的叔嬸、伯父、伯母帶着孫輩和大約2000名村民一起，已經在雨裡困了30多個小時，當地已經斷網斷電，最後一條消息停在6日上午的10點。慢慢知道說，洪水從6欄水庫傾瀉而下時，村民們要麼困在1樓被淹的家裡，要麼拼着命往後山跑。山頭上沒有遮蔽，連能坐下的乾地都沒有，有的老人和孩子只能站着，坐在濕泥裡熬時間。更讓他揪心的是，附近龍子村的養蛇場被洪水冲垮，蛇群四散逃进山林，被困在村民還要時刻提防被蛇咬傷的風險。根據媒體報道，那有一個什麼專門養眼鏡蛇的，大概有800-900條眼鏡蛇，那這個都已經逃離了那個養殖場，被洪水沖散了。那對洪水經過的下面有2個村子，蛇患影響比較大，已經有很多人被咬傷了，現在正在救援，緊急救援队專門救蛇傷。媒体有很多報道，大家可以去網上看一看。这個真的是叫忙中添亂了。眼鏡蛇啊，如果不及時救治，有生命危險。7月6日，廣西南寧市應急管理委員會發布的情況通報，受今年10號台風美沙克影響，7月4日8時至7月6日11時，南寧市大部分出現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漲。7月6日上午，橫州市6欄水庫雲表水庫出現漫頂，也就是水從壩頂上漫過去，這個就非常危險，因為它漫過去之後，那水越衝越厲害，那個壩就容易衝倒，所以就會出現缺口情況。賓陽縣6望水庫出現漫頂情況，根據官方公布數據，截至7月7日晚，廣西全區共有14個社區市63個區縣受災，受災人口37.5萬人，因災死亡6人，農作物受災面積1.29萬公頃，其他各類經濟損失正在統計中。這個村民林其慶最早覺察到不對，是在7月6日中午11點，前一天家住雲表鎮上的林其慶收到6欄水庫全開泄洪閘的預警通告，那是先預警了。6日上午6點，他特意起了個大早，去距離鎮上1公里的雲表江大橋看水情，水面離橋身還有2米多高，遠算不上危險水位，變故來得毫無徵兆。上午11點，一個本地群裡突然有人說6欄水庫潰壩了，林其慶抓起門邊的槳板就往外衝，他的車停在街上，得趕緊挪到高處去。出門時路面水才30-40公分，已經沒過腳踝，涼絲絲的。他划着槳板往前走，卻看到自己的車已經
飄起來了，車肯定是沒辦法啟動了。他邊划着槳板，嘴裡喊着淹完了，全部淹完了。但那時候我還沒想到水位會繼續上升。他告訴鳳凰網風暴眼，還差3間房的距離就能進家門的時候，第二波洪峰直接撞了過來，整個人被水流掀翻，順着街面往下飄，這就是漂流啊！水瞬間没過胸口，萬幸出門時順手穿的救生衣起了作用，手裡的槳板也拖着浮力，他沒有直接沉下去。湍急的水流裹着樹枝、塑料瓶、碎木板，一股腦的撞過來，那就是一片垃圾。這個大家腦補一下，硬物仿佛扎在他的小腿上，劃破的傷口泡在水裡，疼得發麻。他順着水流漂了3、4分鐘，耳邊全是嘩嘩的水聲，眼看着要被冲出主街，他扯着嗓子用本地话喊：“拉我一把！”街邊一棟民居裡，住戶探着身子，死死抓住了槳板的前端，连人帶板拽到了屋檐下。站穩的那一刻，林其庆回頭看了一眼，不過10幾分鐘的功夫，街面的水位已經漲了2米多。他提到，那天下午雲表街的最高積水没過了5米，沿街的居民樓全淹到了2樓，來不及轉移的居民只能往樓頂跑。被救後，林其慶就留在這戶鄰居家的5樓，老婆以及4個月的孩子還待在家中，目前還聯繫不上。而受災情影響，當地處於斷電狀態。昨天我給他們發消息，就一直沒回，可能是手機沒電了，也就是跟家裡人還聯繫不上。家裡人也在鎮上，水庫正下方的雅坡村，洪水抵達時間更早。慢慢記到7月6日上午6點多，父親給他發了一張照片，左手邊是家裡的沙場，右手邊是低洼的田野，田野已經被洪水淹沒，但這個水位當時仍不算高。7點半，水位依然處在他們過年往年也經歷過的普通程度，父親和女兒都沒有太在意。但是9點多的時候，附近的縣道叫雲邓公路被淹沒，那就路被淹断了，就走不了人了。慢慢驚慌地計算着，也就意味着在2個多小時時間裡，水位上漲了至少1米。9點50左右，他在群裡幾乎同時收到六蘭水庫溃堤避險撤離通知與潰壩現場的視頻。很快，父親撤到山上去，隨後開始失聯。潰壩衝擊力很大。慢慢告訴鳳凰網風暴眼，他家是一棟樓房，父親建房時挖了非常深的地基，雖然只有1層，但是柱子粗到一個人抱不過來，就是下面是地基打了柱子。上個月末他回家時還跟父親開玩笑，這麼粗的柱子地震都不怕。結果這次潰壩直接把這座房子連同小轎車、拖拉機、卡車、挖土機一共9輛車子都冲走了。這洪水，這什麼叫洪水猛獸？直接就給你冲沒了。单單是房子就損失10幾萬，加上這些車子又要10幾萬，再加上我家是沙場，買好的水泥、沙子、石渣等，總共50、60萬損失肯定是有的。慢慢說啊，這還不算家裡的茉莉花和其他作物的損失。正好這次廣西那個地方是茉莉花之鄉，全部是種植茉莉花。這次一下全部受災，所以災情非常嚴重。而衡州市多個鄉鎮、賓陽縣毗鄰區域均遭受此次洪災波及。家住賓陽縣甘長鎮木塘村的小何對鳳凰網風暴眼表示說，靠河邊很多房子已經被淹到2、3層樓，水漲得太快，很多老房子坍塌，那些不是樓房，就那种普通的磚房，或者甚至外面是磚裡面是土的那種房子，那肯定是水一冲就垮了。不垮，它那水一泡，過几天也得垮。蓋的比较好的楼房啊，如果沒有被冲垮，那還好一點。但是啊，那個水來的大的時候，那樓房也得把你冲垮。小何的父母和奶奶、侄子、侄女都被困在洪水中。他告訴鳳凰網風暴眼，甘長鎮位於賓陽縣和衡州市交界處，兩地接壤，地勢比較低洼，洪水洶湧的東班江就流經該區域。他的父親是糧食局的工作人員，為了保障糧食安全，7月5日晚上就趕去糧庫值守了。糧庫是平房結構，加上背面就是江，
水漲得很快，他沒辦法回家，也沒辦法找到高處去避險。6日凌晨4點多，他收到父親的消息，走不了了。此後沒能再聯繫到父親。7月6日凌晨3點多，當地開始一片片的斷電，接着出現部分斷網。早上8、9點後開始大面積斷網，移動的信號塔、電信運營商的信號塔，包括電，那都沒了，水一淹，基本上都是這種情況。小何告訴鳳凰網，風暴眼下面的村莊木潭村、納寧村，很多都是1、2層樓，有的還是那個泥房，就是那種外面可能是磚，裡面都是土坯的。這農村很多房子都這麼蓋的，這個都是上個世紀蓋的房子，他後來沒蓋樓房的都是這種結構。水勢淹到2、3樓的程度，也塌了一些。很多被困人員還都是老人和小孩，1天多沒吃沒喝，也很冷，缺糧缺水缺帳篷，還有毒蛇出沒，這就是最怕人的。比起鎮上的居民，水庫正下方的亞坡村處境更為艱難。這個村子正對着六蘭水庫下游，是受災最嚴重的區域之一，同時也因為離鎮救災中心最遠，救援力度抵達的最晚。村民們逃到後山石獅嶺時，只來得及帶出隨身衣物，不少有高血壓、糖尿病的老人，日常服用的藥物都落在了被淹的家裡，也來得太突然，就是沒有準備好，有序撤離。慢慢從斷聯前的零碎消息裡拼湊出山上的狀況，雨一直沒有停，樹叢根本擋不住雨，所有人都渾身濕透。大人把傘讓給孩子，母親坐在泥地裡，一只手舉傘，一只手抱着年幼的孩子，就這麼熬了一整夜。附近龍子村的養蛇場被洪水冲毀，大量蛇類被冲進山林，爬上後山。避難的村民一邊要防着淋雨生病，一邊還要警惕草叢裡竄出來的蛇。當地一名養殖戶向媒體介紹，當地主要養殖眼鏡蛇、网颈蛇和水绿蛇3類，其中眼鏡蛇具有毒性，这個就不用說了，它叫网颈蛇啊，水绿蛇好像毒性不大，可能是吃的。眼鏡蛇毒性那就大家知道，它主要還有攻擊性，它是主動攻擊人類。我們初步統計，從被冲垮養殖場出逃的蛇約800至900條。7月7日中午，橫州市雲表鎮鄧圍村負責人吳志對外表示出逃蛇並非全部有毒，佔比比較大的是無毒水綠蛇，那無毒的蛇還好一點。一位雲表鎮居民發給鳳凰網風暴眼的視頻裡，有不少蛇在活動。他提到附近村子有吃蛇的習俗。針對此，橫州市應急局則向媒體回應，已經聯繫各鄉鎮加緊核實具體情況，並同步提醒衛健部門準備抗毒血清，提醒應急局開展抗洪救災時注意避讓蛇，防止被蛇咬，同時準備相應的工具，組建捕蛇隊等，做好應急處置。社交平台上有不少網友轉發消息稱，當地已經有居民被蛇咬傷，急需血清。直到7日下午3點左右，無人機才第一次飛到石獅嶺上空，投下了面包、餅乾之類的乾糧。但運力有限的無人機帶不动飲用水，2000多人分少量乾糧，只能勉強墊一墊肚子。慢慢说，要是當天晚上還送不上帳篷和飲用水，老人和孩子大概率會生病。臨慶旗那一頭也急需救援物資，救援隊6日晚上10點左右第一批抵達雲表街，先轉移孕婦、老人和孩子，物資要靠衝鋒舟送進來。一船物資沿途分發，到了鎮子深處就只剩很少的份額，不是每個人都能拿到水和麵包。截至7日下午，儘管仍下着雨，但雲表街的水位已經從5米降到了1米多，仍在緩慢下降。這洪水就過去了，流到更低的地方去了。社會各路救援力量已經抵達雲表鎮，當地道路上穿梭着各種運輸設備的車輛，既有運載大型、小型挖掘機的貨車，也有專門拉救生艇的車輛。小何所在的甘長鎮木潭村已經有大約7艘皮划艇在搜救，但他對鳳凰網表示，因為受災人數太多，大家沒有食物和水，加上被泡在水裡的其他
其實也很冷，皮划艇的救援力量還是不夠。我弟弟已經組織2艘皮划艇趕回去救援了。現在很多自發的民間力量在參與。鳳凰網說，六蘭水庫曾多次加固修繕，這問題就在這兒。從漫漫記事起，六蘭水庫就一直坐落在村子西邊。那時候，他每年掃墓時節都會經過這座水庫，水庫越來越漂亮。2024年又升級了，據說花了將近4個億。他說，公開信息顯示，六蘭水庫位於橫州市孝齊鎮六蘭村，是盂江支流雲表江上的中型水庫。1958年8月，由約3.5萬當地民工肩挑手扛動工。1960年7月竣工，是建國初期廣西重點水利工程之一。水庫壩高42米，總庫容將近1億立方米，給予面積195平方公里，也就是195平方公里的雨水，恐怕最後都會流到這個水庫，應該這麼理解。建成後為橫州市規模最大的中型水庫，承擔下游4個鄉鎮、46個行政村，共17萬人的灌溉與生活供水，穩定灌溉面積15.7萬畝，是橫州城區重要的備用水源。這座老壩也經歷過多次修繕。2009年，南寧衡水水利局曾立項7362萬元除險加固工程，主壩採用混凝土、防滲牆和加高壓百噴加固。立洪道由原開場式食用堰改建成攔水壩閘式，也就是攔水閘，就什麼意思？以前是開場式的，現在是給它閘上，需要的時候給它閘開，就是泄洪，就這麼個意思。按照100年一遇洪水設計，這個是已經按照100年一遇的洪水設計，計劃工期24個月，就是2年。2011年前後完工。2023年，南寧市又批复六蘭灌區續建配套與現代化改造項目，工程概算總投資3.8億，分6個標段推進，核心目標是提升灌區輸水效率與灌溉保障能力。2024年8月，南寧市政務局批复了六蘭與大陸水庫標準化管理創建實施方案。2025年6月，壩頂道路硬化、智能監測設備等嶄新亮相。也這個六蘭水庫多次升級改造，這是鳳凰網報道的，花的錢也不少。最近一次花了3.8億。也就是說，這座66歲的老壩在潰口前1年剛經歷過一輪系統性的整修，結果還有什麼好說的？沒什麼好說的。剛剛花這麼多錢加固過，安全的。慢慢周圍的村民們都這麼說，他想不明白，這樣一座歷史悠久、多次修繕的水庫，為什麼會在幾乎毫無預警的情況下潰堤？別的不說，說明他沒有預案。什麼千年一遇，他沒有預案。為什麼沒有預警？沒有預警，就因為沒有預案。這次因為台風那來的，它不是突然來了，台風有預警，早就氣象部門都已經預警了。預警台風來了，那是100年一遇還是1000年一遇都應該知道。那知道，那你這兒提前泄洪，或者是怎麼樣採取措施，或者是轉移村民，這些都應該做，但是沒有。這才是問題。為什麼沒有預警？為什麼沒有來得及通知群眾撤離？採用了什麼方式通知？慢慢心裡有很多問號沒有解開。這個根據專家分析，對這個鳳凰網說此次廣西出現的水庫決堤險情是極端天氣、工程短板、調度管理與日常管護等多重因素長期疊加、集中爆發的結果，並非單一原因導致，也就不是單一的這種極端天氣導致的。這是專家說的，這是叫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公共管理與發展系主任孔峰，他這長期從事自然災害風險管理與應急管理教學與研究工作。他說的這次災害，对吧？不是單一原因。從直接誘因來看，受台風美沙克影響，橫州局部24小時降雨量超過560毫米，局部站點突破413毫米歷史極值，也就是史上最罕見。单日入庫水量接近水庫總庫容，遠超原有的泄洪道設計過流能力，水位快速翻越壩頂，形成漫頂溢流，
根本的硬件短板来看，廣西絕大多數中小型水庫修建於上世紀50、60年代至70年代，受限於當時的經濟水平和工程技術條件，這類水庫普遍存在於防洪設計標準偏低、洩洪道狹窄、壩體抗沖刷能力不足等先天缺陷，多為均質土壩結構的壩體，缺少高強度護坡防護。這不是剛花3.8個億修嗎？怎麼還缺少？那3.8億這是幹啥了？還有實時監控啊，這都沒起作用啊！一旦出現漫頂情況，高速水流會快速掏刷壩體坡面，短時間內就會形成大範圍潰口。孔峰說，同時這些老舊水庫常年運行，積累了大量的隱蔽病害，穿壩涵管老化。老化什麼意思？那裡面容易形成塌陷，這個裡面淤塞，就像人的血管一樣的，洩洪能力就差，這意思啊。壩體及壩基滲漏，地基就不穩了，護坡坡損等隱患長期存在。日常平穩蓄水時難以察覺，在極端洪水高壓衝擊下集中暴露，快速惡化。這就像這個人一樣的，你平時看着好像還行，他不劇烈運動，不跑馬拉松，好像挺好，但是他一旦做一點長時間運動或者是過載的運動，馬上就出現狀況，就嘎了什麼的，就是這種狀況。在智慧防控體系建設上，孔峰認為還需要全面補齊偏遠水庫水情監測、視頻監控設備，配備光伏備用供電，這些現代化設施當然很有必要，這也是硬件保障，但最終還是跟人有關係。如果人不負責任、不用功、走形式，那你再好的硬件也沒用。这就是鳳凰網報道的廣西六蘭水庫以及廣西橫州水災。我想這大家聽完之後也知道問題出在哪兒。這個應該說不應該，專家已經說了，是天災更是瀆職。大家也知道，實際上在長江以南的人對水患是不陌生，尤其像我們在長江邊上的，對鳳凰網報道的這些根本就不陌生。為什麼？因為我家就在長江邊上。這個小時候經常有險情，現在也是。現在長江的洪峰好像到了武漢了，這個長江水位也上來了。每年大概7月份，這個時候，長江流域啊就開始警情就來了。那長江大堤就像六蘭水庫的大壩一樣，起到蓄水這個作用。我記得我小時候，因為那個時候不像現在這麼信息發達啊，那個時候就相當閉塞，但是當地政府也會組織，一說長江水位上來了。感覺水位很大，實際上江水還沒到江堤大堤角這個底部的時候，那大堤應該有10米高，10幾米高，還沒到那底部的時候就開始，他們就認為今年水很大，地方政府就組織幹什麼？當地的我們的農民就開始每家每戶啊扎竹排，門口放一個牌，竹筏就像那個江裡漂流的那個竹筏一樣，扎好，用繩子拴在門口的樹上，把家裡值錢的那些，實際上過去也沒什麼值錢的那些破爛家具、鍋碗瓢盆、什麼櫃子、箱子、衣服，放在竹筏上，拿繩子給它綁好，完了之後上面用防雨的東西給它捆上，這樣就放在那兒。如果洪水一來，直接把繩子解開，人往上一站，由它冲了，你知道吧？由它漂流。我小时候家家戶戶的門口都放個這玩意。如果洪水再比較急的時候，就開始轉移人口了，老人小孩就轉移到那個山上。我們的對面有小山丘，實際上你那山也就10幾米高，20米，大概就這樣的丘陵地帶，就在那上面已經開始找地方了，搭棚子、帳篷。那不像現在是什麼簡易帳篷，現在的帳篷一支就行。那過去是全部拿木頭、竹子什麼之類深深搭的帳篷，一個村在上面搭一個，組織人去搭帳篷，讓老人小孩先送過去。有水比較急的時候、危險的时候，先把人轉移。這樣剩下的勞動力還不能走，因為勞動力還幹活，你也不知道這個到底它江堤會不會破啊？我們叫破圍，你不知道它會不會破圍。所以成年人還老老實實在幹活，地裡幹活，只是把老人小孩轉移。一旦那邊破圍，好，趕緊就往家門口那個竹筏上一跳，把繩一打開，等着洪水沖吧。這都是預案啊，這就那個時候做的。而且我記得我小時候，我们家所有的農村農民的房子，不像現在不管了，過去都是蓋外面是磚的，裡面是土的那種房子。那房子後面衝着長江那一面，全部都要種竹子。那個竹子其實不是大家看見的那種毛竹，那粗的竹子，我們種的竹子全部是那種密的，叫水竹。那竹子很細，這頂多能做釣魚竿，
每家每户後面就是房子冲着长江的那一面，全部要种这种，那叫防水的，就是洪水冲过来之后，它遇到这些竹子的时候，因为那个竹子密，它跟树不一樣，所以它能防洪水。洪水衝上去之後，應該一個穩陣減緩的作用，防止房子被沖垮。所以每家每戶啊，衝着長江那一面都要栽這種防洪的東西。當然現在沒有了，現在是樓房地基都是鋼筋混凝土，已經不怕洪水了。但是現在已經長江修了三峽以後，從那以後長江的洪峰就可控。我在以前很多節目說過，我98年正好大學畢業，畢業之後正好這個時候還沒有去單位報到，那我就在家呀，結果趕上防洪，我們家必須在長江大堤上執勤7天，7天就睡在那長江大堤上蓋着，也是窩棚，就是那種大的涼棚。過去條件非常簡陋，我們就跟一幫人在涼棚裡坐着，我就在那長江大堤上待了7天。幹什麼事？一會兒就跟人一起拿個竹竿到大堤的外側，什麼池塘什麼的，大堤的外側看一看有沒有管湧，大堤有沒有下面有螞蟻或者什麼老鼠動，把大堤已經打通了，那你那邊的池塘裡面就會冒泡，就會有水泡。只要看有水泡，趕緊拿竹竿扎一扎，看看是不是管湧。所以就到處查，就幹這事，巡邏。反正也就你就負責這400米，所以這400米這邊池塘什麼草，你到處看，這幾個人。所以長江的水一起來之後，長江的水啊淹了那個大堤的一半的時候，實際上好多樹啊就被淹了，草也被淹了長江大堤裡面。我們就會看到那個樹被淹了，這個樹那個樹梢上面有的樹，如果你眼睛好就能看見樹上很多蛇爬在樹上，那蛇它也怕水淹了，它也往高處爬，有的老鼠也就往樹上爬，那沒辦法，那讓蛇也往樹上爬，那樹上就有蛇。這就是我們在長江邊上人見怪不怪。實際上長江決堤好像據我父親回憶，好像也就2次，就我們那個地方。實際上我從我小時候到現在，長江我們那兒沒有決過堤，每次有險情。最危險的一次就是98年，還有一次應該是2001年，2-3年以後還發生個險情，管湧。我說的管湧就在我們那個地方，大堤被沖垮一塊，後來搶險把它堵住了。搶險的時候據說沉了3條船下去，那個船裝着石頭直接在那兒沉下去，堵管湧。外側就有招了很多人推土車在那挖，在外圍重新做了一道壩把它堵住了，那就是險情。那一次應該是2001年還是02年，我記得不太清楚。實際上六蘭水庫給下游造成這麼大的災情，從鳳凰網報道來看，那就是沒有任何準備。你想100年一遇的颱風，應該都要做預案做準備。顯然你看這媒體報道，那當地村民根本不知道，而且那水漲得太快了，1-2個小時是吧，那水就上來了。洪水就這樣。我印象中吉林省松花江流域大概是2010年的那前後，也是7月份，也是一個水庫突然發生險情就衝下來了，也是跟六蘭水庫一樣，但是那一次好像受災的人更多，因為好像是晚上衝的。關鍵為什麼呢？就是因為後面我大概是6年以後，大概2015年16年我去過那個地方，它已經決堤，事情已經過去了5-6年了。有一年冬天我去松花湖上去玩，就去當地跟當地的村民就聊起了水庫潰壩那個慘狀。我去的那人家是個朋友家，他媽，我問的就是他媽就被洪水沖走了，就在家裡面，他是迷迷糊糊不知道，自己是完全不記得，慌亂中他是被沖到一個山坡上，抱住了一個樹活下來了。他的大女兒就不知道沖哪兒去了，最後都沒找到，反正肯定是去世了。就他們一家2個人，然後其他人因為不在家，房子就沒了，沖垮了。然後就跟我說當地那當時多麼慘，洪水所到之處那是就蕩平一切啊。10幾年過去了，對吧？這個似乎這些沒有得到改善，稍微來點極端天氣，不是這兒有問題那兒有問題。這個特別像一個常年久坐也不運動的人，表面上看很正常，實際上身體內部已經掏空了，稍微有點問題，稍微這個環境差一點，稍微運動一下就能嘎。現在就這麼個情況，表面上看還挺好的，是不是？你只要不讓他做什麼極限運動，只要不讓他跑，看着還行。但實際上稍微運動一下，馬上就能出現狀況。這麼多年錢沒少花，項目沒少搞，各種工程，關鍵經不起檢驗，不知道錢花哪兒去了。錢該花，但是花了要有效果。如果錢花了又沒有效果，那就是牛馬為什麼累的原因。牛馬總是覺得累，你就知道為什麼累，累在哪兒。好，
這期節目啊，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點讚、評論，謝謝大家。